不过，说到魏将军，不知魏将军的女儿可有什么要表演的呢？小姐，怎么办？来者不善呢。小姐，这摆明了就是一场鸿门宴嘛，太欺负人了。怕什么？贤妃这般为难我，难道是为了……贤妃娘娘，那臣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她这个衣服好好看啊！没想到这花琉璃这般不好对付，本想为难住他，让他自知配不上我儿，谁料反而给了他表现的机会。小姐，小姐，快来把衣服穿上，小心染上风寒。贤妃娘娘，方才臣女献丑了。花县主刚才跳的是什么舞啊？回贤妃娘娘，臣女跳的叫做面舞。为何叫面舞啊？不知娘娘有没有注意到，方才那披帛曾无数次从大家面前拂过，却没有打到大家的脸上。若是没有舞到脸上，就叫面舞；若是舞到了脸上，就叫打脸舞。你们清寒州还真是有意思啊！清寒州地方偏远，所以快乐就会简单许多。只可惜，臣女的确是身体不好，所以今日就只能舞到这儿了。花县主真是别出心裁呀！无论是头饰还是服装，还有刚才那支舞，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呀！真不知道魏将军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，真的很烦人，一点魏将军当年的风采都没有。是啊，臣女天生命苦，打娘胎中就随娘一起去了战场，不像嘉敏郡主于玉京风花雪月，又有公主殿下和尚书大人的保护。本郡主再怎么风花雪月，也比你就拿几个大饼换走我们家那么多珍宝强吧。
敏敏，可是臣女所送的烤饼，的确是臣女从边关带回来的心意啊。贤妃娘娘，臣女也告退了。哼，如此伶牙俐齿，倒是小看你了。你说，咱们不会被发现吧？我们都装扮得如此完美了，如何被发现？哦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咱们现在花琉璃那个府上回不去，如今只能在这宫里下毒。哎，老大呢？老大他说他在合适的时候自然就会回来。哦。花县主，你舞跳得真好看，衣服也好看。是啊，谢谢。真是人一饱眼福呀！花琉璃，你给我站住！请问郡主是有何事吗？怎么，没事就不可以找你吗？您这样处处针对我，莫不是喜欢英王殿下吧？你胡说什么啊？只有云寒那样的才能吸引本郡主呢。对啊，是这样啊。郡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云寒怎么了？本王长得如此好看，那云寒能跟本王比吗？去，把那个云寒给我叫过来。云寒长得多，没什么意思，殿下你听错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太冷了，我们去加件衣服吧。莫名其妙。花县主，英王殿下，能看到你身体无妨的来参加梅花宴，本王十分喜悦。浩儿，过来一下。参见母妃大人。今日梅花宴，本宫属实有些私心。前几日元昊骑马惊扰了花县主，处理的又不够妥当。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让元昊给花县主赔礼道歉。这花家好大的威势啊，竟让皇子给花县主道歉，不就是骑马吓着了吗？这花琉璃怎么这么娇惯，还得理不饶人？母妃大人，那都是误会，那花县主也从未介意啊，都是被小人挑唆的。是啊，贤妃娘娘，怎么能让英王给我道歉呢？英王殿下又没有做错，更何况我哪里承受得起呀？母妃大人，你看花县主都这般说了，那本王还道什么歉啊？今日必须有个了结。以退为进，确实够狠。母妃大人，您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母妃大人，听母妃的，还想迎太子吗？啊？若要制止这些流言蜚语，只能劳烦花县主亲自动手了。这只老狐狸，臣女只是一个从边关来的乡下女子，怎会有这等声望？花县主莫要多虑，只是……更何况，今日臣女若是拿着金条打了英王殿下，哪里还有命离开这里呢？臣女这等身份的人，哪里需要什么道歉呢？这样说也有几分道理。这不是将花县主架在火上烤吗？是啊，这不是逼着花县主接受道歉吗？是啊，可怜。花县主乃是护国将军之女，我这个不成器的孩子，不知道怎么得罪了花县主，才有了现在的名声。既然花县主不忍动手，那就由本宫亲自来教训他。希望花县主原谅浩儿。母妃大人，让你不母妃大人，让你不成器，让你不成器，让你不成器，母妃大人的。渊伟，我的披风给你穿吧，还是留给冰美人吧。疼不疼啊？浩儿啊，
打在你身，痛在母妃身上。先是想让我出丑，又不惜演苦肉计给我施压。贤妃娘娘，您可真是想太多了。来人啊，快带英王去看太医。是，快去。跟贤妃比，你还是嫩啊，花县主。得赶紧想个办法。又是这帮人，有办法了。啊，这天气好冷啊！两位工人，可以帮我倒杯热酒吗？来了。这菊花开的可真好啊！快！快点！一泻千里派上用场了。只要我喝下去，这婚可就许不成了。这花琉璃又在搞什么鬼？哎呀，药呢？我找不着了。你们是在找这个吗？谢谢。快点啊，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花县主，谢谢合作，走吧。快走啊！走。咱们这算是成功了吗？算吧，那药不都下进去了吗？快走！给自己下毒。花县主，太子殿下。太子可真帅呀，要是脾气都那么坏。太子殿下，哎，你说话小心点，要命了。花县主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太子殿下，这天寒又地冻的，臣女准备回家了。花县主如此不赏姑的面子，姑刚到，县主就要走了。你要走还带着酒杯，看来县主是很喜欢贤妃这里的沾露香了。对啊，臣女觉得十分美味呢，而且臣女还准备再去向贤妃娘娘讨要一壶带回家喝呢。是吗？姑也尝尝。这一泻千里，还是我来吧。臣女已经喝完了。小姐，你怎么还真喝呀？花县主，县主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啊。传御医，封锁现场。这事跟本宫没有关系，这事与我无关。县主，御医，可否有解药？那也得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啊，才能对症下药啊，殿下。殿下，我们在外面发现了一个瓷瓶。三息散，中此毒者不到3息时间就会毒发身亡啊！殿下，这事与我无关呀，您一定要找到刺客，还本宫一个清白啊！3息已过，应是过了。花县主。花县主，县主，县主，还好我把三息散换掉了，这一泻千里，怕是该起效了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殿下，有人想毒害我。
你没事了？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我现在感觉好像是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没事。哎呀，袁伟啊，小姐去干嘛？去如厕啊！这是。不行！县主的脉象清奇，竟能将三息散变成了拉肚子的症状。这瓶三息散还是满的，可见并没有下到酒里。这拉肚子的症状倒是和一泻千里。马车还在前面，你还行吗？让姑来扶。虽说县主身体已无大碍，但刺客还未抓到，姑送县主一程，也更安全一些。还是不劳烦太子殿下了。华县主，县主如今身体不适，不会有人拿此事做文章的。走吧。就姑与你二人，你不用做出这副害怕的模样。臣女近日确实是惊魂未定，不过此时发抖，是因为穿的有些少，而且身体也确有不适。此等宴会，不用非得争个输赢。涉及到花家声誉，臣女不得不奋力一搏。臣女也有一事不解。你说。殿下此前一直是步步紧逼，为何今日会来帮琉璃呢？姑何时帮过你了？走慢点。一场梅花宴，却手段频出，既维护了花家的面子，又让许婚之事无法推进，还让刺客刺杀失败，一石多鸟。姑怎会不知这一人艰难前行的苦楚？花琉璃，姑只想看到你的真心。小姐，小姐，不要声张，究竟是谁？松叔，松叔，快点！小姐，小姐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我还没死呢，去把爹的解毒丸给我拿过来。解毒丸？松叔，交代好下人，我中毒之事不可说出去。我懂，我懂。小姐，你快呼，快呼！还好有爹爹给的解毒丸，否则怎能解这被暗中下的毒？也不知道爹娘现在在干什么，我好想他们呀。闺女啊，爹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清寒粥汤面。你告诉娘，哪个小兔崽子敢欺负你，娘马上把他抓到你跟前，拿他出气。
小姐，为什么你真中毒的事情不能告诉太子殿下呀？那人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在谋划，他们想让我中毒致死，那我就越要让他们以为我看穿了他们的诡计。自然，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至于太子殿下，他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，我至今都揣摩不清。你不觉得他这个人很复杂吗？不愧是太子殿下，老谋深算的。这几日你就好生休养吧，得过一些时日才能出门了。你家小姐本来就是一个病美人，这下好了，都不用装病了。来，小姐，继续喝药吧。怎么了，小姐？原来你们家身娇体弱的小姐觉得得要块糖才能喝药。好。殿下，这现场他在瓷瓶里装的，这确实是3西散，可它里面却是满的，没有人动过。姑知道，是他自己下的泻药。他自己下的？这他早就发现了刺客，他还趁机调包了他们的毒药。殿下，但我觉得梅花宴上这事儿还是有疑点的。我们核对了当日的名录，发现，除去那2名被砸晕的侍女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可疑的人，至今都下落不明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人要么是和花县主联手，要么是他自己另有玄机。可是姑想不到他联手做局的理由。那就是他另有玄机。哎，你这般说，姑倒真要去看看花县主的情况。他现在怎么样？病怏怏的，没怎么出门。不过什么呀？殷王殿下伤好之后，便直奔花县主那儿去了。备马。是。刚才花县主跳的是什么舞啊？回贤妃娘娘，臣女跳的叫做面舞。都说了是舞面，面舞嘛。花县主这儿的装饰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啊，有点意思。他怎么还不走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他呀。问过几次了，赖着不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怕传言鹰王与花县主共处一室，感情突飞猛进？你盼我点好行吗？鹰王殿下，请讲。这都晌午了，您是不是该吃饭了是吗？没想到花县主竟然如此好客，那本王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还要在这吃饭啊？太子殿下，您小心门口，别摔着了。听说大皇兄在这里用饭，那姑也不客气了。太子殿下，琉璃妹妹，不介意吧？姑以为梅花宴之后，大皇兄至少要先自省一下，没想到竟这么快，便到县主这儿来打扰了。本王不是都被母妃抽过几下了吗？梅花宴让花县主担惊受怕了，但是花县主请放心，本王以后会好好对你，不让你再受任何伤害。那梅花宴是谁让县主担惊受怕了？是母妃啊。哼，母亲的责任，儿子却可以轻易撇开？没有撇开啊，而是因此特意进行弥补啊。以后只要花县主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与本王在一起，
必然不会有任何危险。难度升级，居然有2位皇子在花琉璃的宅子里，咱们可以一锅端啊！这样晋国不就在咱们的掌控之中了吗？这宅子里面有多少机关，你不知道吗？还一锅端，我看是把咱们一锅端了吧？可是这个花琉璃不是说跟咱们继续合作吗？难道他要跟我们里应外合，刺杀那个？咋了？里应外合和你们自杀他自己吗？他做到了。哎呦！居然连我的毒都没能把他毒死。算了吧，养精蓄锐，再找好的时机吧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多活些日子了。是啊。花县主不曾出门，都能看到金阙大街的金陵院长成什么模样，就连长侍先生都原样照搬。太子殿下，臣女虽身在边关，但也不会不食玉京的风物。倒是太子殿下，想来是经常去金陵院吧？本王饿了。2位殿下面前的，皆是边关风物，当地百姓的日常吃食都特别的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猪杂碎。这又是什么？为何是馊的？这是酥酪啊！玉京没有吗？臣女是从苦寒之地来的，而家中也的确没有什么生财之道，所以只能用这些来招待太子殿下和英王殿下，还请2位殿下不要嫌弃。哦，花县主，你这儿就没有一杯水吗？你面前的这碗猪杂汤就可以喝。再不济，还有酥酪啊！大皇兄请。太子殿下请。哥哥先请。哥哥让弟弟先。哎，那小瓷瓶中是什么？这是臣女自己采的青汁，毕竟玉京草木旺盛嘛。那姑先喝这个。哎，青汁好啊。真香啊！让本王先尝尝。英王殿下，不好喝吗？好喝，好喝。只不过本王已经吃饱了，感谢花县主宴请，本王先行告退。先行告辞。既然大皇兄不多待了，那姑也不叨扰，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小姐，终于走了。我是想要做一个病美人，可是我也没想真的生病呀。太子殿下为何突然来到此处？父皇有意将花县主许配本王，你这样不大合适啊。听说父皇因为花县主在梅花宴上中毒而大发雷霆，许婚之事似乎要搁下了吧？父皇未曾说不许，那便是有的。
何况花县主已经倾心于本王，还留本王吃饭。太子殿下，避避嫌吧。是吗？哟，避嫌可不行。父皇将寻找刺客一事交给姑，姑不但要办案，还得保护县主。反倒是皇兄，梅花宴一事，贤妃娘娘是否能撇清关系，还暂无定论。皇兄才是要避嫌。小姐，快吃东西了，你都饿坏了。我脑袋痛，没有胃口。哎，小姐，为何英王殿下如此自信啊？他是皇帝的第一个儿子，而且贤妃娘娘又那么宠溺他，他自信点也很正常。只是这个太子啊，在梅花宴上，他竟然开始替我藏事了，这让我真的想不明白。也许他突然发现你是个好人，不针对我们了呢？你真的这样认为吗？也许他居心叵测，谁也不知道他想的什么。反正我们要多加小心才是。还是得继续提防他。虽然不知道你到底想谋划什么，可总觉得你不是那般险恶之人。若这几名刺客当真是金魄而来，是否就能证明花县主与金魄之间并无勾连？一方之事错综复杂，是否有勾连不好下定论。但若殿下当真觉得花县主并非那等险恶之人，不如换个方式了解对方。姑可以换个方式了解对方。那你做什么呢？身为太子殿下的手下，自然是解太子之忧。我会继续追寻花县主身上隐秘的真相。殿下既觉得花县主没有什么问题，难道就不责问我当初给您的情报出了差错？姑为何要责问？凡是能到姑的耳中，必定穷搜博采，渊源有自来，偶有差池，自然也难免。更何况此事还未曾盖棺定论，你切莫多想。换个方式。不要小看花家小女儿，更不要小看太子。金破国的那些刺客，别放他们继续行动，这样我们才能更稳妥地安排我们自己的人马。那您的意思？花家小女若真体弱多病，为何多次避过劫难？若太子当真残暴不堪，为何陛下能让他稳坐太子之位？眼睛眯那么小，他又在算计什么？眼睛瞪那么大，他又在算计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今日又要带臣女去哪里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陛下不是让太子殿下去查案吗？殿下却如此浪费时间在臣女身上，臣女还真是受宠若惊啊。若那些刺客的目标是花县主，县主在我身边，不就是最大的目标吗？姑又何必多此一举，另寻他处呢？殿下所言甚是。吁，殿下到了。殿下，您先请吧，臣女身子不好，会有些慢。
快点啊！花县主，姑小时候父皇经常带我来这里玩。哎，花县主是否见过此等场面？居然是打架哎！哎呀，好野蛮啊！顺安公主素来仰慕魏将军的风采，魏将军去到边关之后，顺安公主就定期举办绝底赛。难怪顺安公主对我态度尚可。对了，花县主会否有魏将军绝底时的风采？臣女身子不好，不能有这种过激的行为。那真是可惜了。诸位，花将军和魏将军的绝底格斗，如今想起来，都是许多人心中宛如天神般的记忆。今日，孤特地请来护国大将军与长安侯之女花县主亲自担任本场裁判，试探吾等热烈欢迎。不暴露武功就好了。不行！不行，花县主如此娇弱，太子殿下怎么能带她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？孤只是让花县主当个裁判，安安稳稳地站在上面即可。那也不行，那也有危险。孤说没有危险，怎么就没有危险？那一会儿力士打起来，怎么能顾得上旁边的人呢？花县主要是避之不及，受伤怎么办？花县主，孤相信，受花家门风熏陶之人，且无论身体如何，内心必然果敢刚毅。花县主若是连个裁判都当不了，大家恐怕会对两位将军有所失望。口口声声将我爹娘架在那里，够狠！看来他今日是不会放过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只是臣女身子不好，所以……来吧，来吧！花县主，小心啊！敢问二位力士的姓名？小的名姓，无足挂齿。开始吧。花县主，小心呐，花县主！那两名力士怎么一直在靠近花琉璃啊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太子殿下也太吓人了，他为何这般折磨花琉璃啊？折磨？太子殿下做的真是好极了。天哪！救命！你们小心点呀！你有没有看清？刚才好像是花琉璃出的脚。是吗？不过我的确也看不太清楚。这个花琉璃肯定有问题。花县主，花县主，小心呐！救命啊！那个，花县主。不行，赶紧给我停下来！救命啊！哎，花县主，花县主，慢点，慢点！花县主，你小心点。
店主小心！既然你不是人，可就不要怪我不义了。什么情况？便自求多福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花县主，真是好身手。小姐，眼下的重中之重，不应该是太子殿下为了保护你，被人推倒在地上，差点被撞晕过去。是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那可是一国储君啊！你居然让他给你当垫背，大惊小怪的。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，难不成还让我给他当垫背啊？那可是太子殿下呀！那就正好，我就是让他知道，遇见我竟然如此之倒霉，省得他成天想要找我麻烦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太子殿下的弱点了。太子殿下倒是个懂得怜香惜玉之人，难不成？太子殿下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小姐，他今天还真的来了。看来这机关是真拦不住他。不行不行，他肯定是来复仇了，我要找个地方藏起来。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不愧是人中龙凤，这身体的恢复速度令臣女实在是佩服。太子殿下，您今日可真好看。父皇前日觉得姑的举动过于唐突，让姑前来向县主道歉。姑深刻反思之后，认为父皇所说有理，所以决定带县主去一处最为合适的地方，作为补偿。别动。县主，你家婢女是不是脑子不太好？弯了。之前贤妃娘娘虽然举办了梅花宴，但想着花县主应该没好好欣赏梅花，所以这不……我都吐了半盆血了，还要让我故地重游，睹物心伤，你有这么恨我吗？真是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县主，我想问你，梅花宴上……哎，县主，多谢殿下，吓了我一跳。他又要开始怀疑我了。太子殿下，今日约臣女出来，就只是看花吗？
怎么，这画不好看吗？裴大人，你觉得太子殿下这真的是在教训吗？那你觉得在教什么？好看。教画。这下真的成教画了！走！看来又是在故意整我。县主，乱花迷人眼，擦擦眼睛。谢太子殿下。这手帕，花县主，琉璃妹妹看出什么来了？太子殿下是从哪里捡的这手帕呀？实则从那儿起，姑就有很多疑问，想问问县主，这帕子上的血为何是果香的味道？姑一直想和琉璃妹妹好好交流一下。你在姑面前啊，实则可以不用这么遮遮掩掩。以为这样就可以逼我就范了吗？那你未免也太小瞧本县主了。县主，你觉得是吗？太子殿下，不瞒您说，其实这果香味是臣女的体香。殿下若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给你闻闻呀。我说你这是干嘛呀？殿下不是不信臣女吗？那臣女可以给殿下检查一下果香呀。哎呦呵，平时看着挺厉害的，怎么还脸红了呢？说出去都没人信吧。天色不早了，臣女有些累了，告辞。哎，县主。他居然……他不会以为我是故意的吧？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不是大皇兄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都未曾问你们在做什么，你倒质问本王。花县主，你可否还记得与本王的婚约啊？臣女记得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。哎呀，县主即便现在不是，那以后也是。本王以为，既然如此发展，那太子的所作所为，是否实属不当啊？这个鹰王虽然傻乎乎的，倒是能帮我解围。鹰王殿下，琉璃觉得你说的对，君命不可违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样老是找我出来，的确是不好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些距离了。姑找县主，是为了办案，是为了保护。反倒是县主，难道不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不合适的地方呢？臣女听闻案子现在已经结了，那殿下自然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在臣女身上了。至于保护嘛，鹰王殿下也会保护我的。当然。金瓜在，备车。好，县主，请吧。谢鹰王殿下。姑叫你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姑无意与你为敌。可你怎样才能相信姑呢？
猜猜我今天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？剑南烧春。哎，这酒啊，在醉花楼里面都很少有存货的。你快让人烧起炭炉，你我二人围炉煮酒看月。你还记得你上次喝醉酒做了什么吗？孤从今日起拒绝围炉煮酒。耶！他居然说大皇兄要比姑优秀，他开什么玩笑？我就说，你都精心打扮成这样了，他就是眼瞎了。姑今日啊，明明就是要与他澄清误会，让他在姑面前别那么紧张，并且与他坦诚相待，结果太过分了，他太过分了啊！所以殿下，你后来是怎么做的？姑就是将他之前那个吐血的手帕直接还给他了，姑连证据都还给他了，姑多有诚意啊！是呀，他不理解，都是他的问题。他的问题。小苏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就要放下矜持，才能修得正果。你别啊！你俩动静小点，殿下还睡着呢。殿下，你要不要喝点参汤？昨晚我到底喝了多少酒？他居然说大皇兄要比姑优秀，姑连证据都还给他了，姑多有诚意啊！放下矜持，才能修得正果。你别。小七、小八在。给姑准备一下，姑先去花家。是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我家小姐说了要避邪，所以今天就不能陪殿下你散心了。谁说姑是来找他的？姑只是路过而已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哎呀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鹰王成为那和谈之人。小姐，鹰王殿下虽然不解风情，但人还可以啊，至少不像太子殿下那样使坏吧。你呀，烤肉不能只烤单面，看人不能只看表面。你可知晓那日在太兴殿上，他都说些什么了？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都是花家呀！花家屯兵边关，劳民伤财，何不裁撤军队，还天下一个安宁，亦可表达我大晋和谈之诚意。真要裁军的话，那说不定哪天金破就卷土重来了。鹰王殿下这样不是蠢就是坏啊！现在这样的局面，他肯定势在必得。说是竞选，其实根本没有其他人参选，更何况他还是皇子，赢面本来就大。眼下之计，是得找个能和鹰王分庭抗礼之人。你说的是太子殿下？可是你今天早上才让我说了那样的话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呀？那不也是你的当初吗？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找太子殿下。我们那样嚣张跋扈，恨不得再也不往来了。怎么样才能劝说他呀？我呀，准备去和他交交心。啊，小姐！
皇城之中，不会只有他金破国这一支刺客团体，为何至今蛰伏未动呢？殿下，花县主求见。这么快就来了？不见。花县主人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姑说不见，便连等姑的耐心都没有，就这点耐性，殿下能做什么事儿啊？殿下。哦，臣女怎敢戏耍太子殿下？方才是见发发跑了出去，臣女把他寻了回来而已，是臣女的错，不该让太子殿下担心。这是酷刑吧？这可是我们清寒州最顶级的享受，想来殿下在玉京也经历甚少。除了贵点，没有其他什么毛病。我这般努力，殿下肯定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，一定会卸下戒心和我做朋友的。太子殿下，怎么样，舒服吧？花、刘、离，你公报私仇干得漂亮，姑记住你了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是我们的服务没到位吗？明明很舒服呀。洗澡这么舒服的事情，这太子殿下他怎么会不领情呢？真的要这样吗？小姐，咱们能不能想点靠谱的办法呀？要不就直接放弃，要不就真的不要去招惹太子殿下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放弃。哎，夏公子来了，里面请。听闻陛下会在年轻一辈中选出鸿胪4卿主持万国朝会，你爹会支持英王殿下吗？我爹自是与尚书等人一系的，
可是这英王殿下最近又干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什么呀？英王殿下培养了一名所谓乐师，谱了一首歌颂陛下的曲子。那陛下听完之后，赏赐是赏赐了，可是让他记得，万国朝会上可一定不能演奏，不然是会丢了咱们晋国的颜面的。哎，英王殿下，嘉敏郡主，哦，姚姑娘也在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我和……什么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这么主动？我是怕他找云寒麻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挡住他，云寒就会对我们刮目相看了。你这话本故事想得比我还齐全了。英王殿下，你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本王不是要竞选鸿胪寺卿一职吗？听说这个乐坊有玉京最好的乐手，本王过来考察一番。我和文英对这个乐坊非常熟悉，我带您逛逛。哦，那太好不过了。看来那日一别，嘉敏郡主的眼光的确有所长进嘛。请。有劳嘉敏郡主了。可以呀，这殿下，你这身手比前2日敏捷多了。哎，姑也觉得奇怪。哎呀，不知为何这2日神清气爽。难不成是和花县主的交心之谈得以突破？哎，别提了，他太过分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他竟然在自己的西郊宅子里搞那个什么香水浴肆，还约姑同去，太过分了！太子，太子殿下，这和花县主进展得如此迅猛啊，超乎想象了啊！哎，你可别瞎说啊！姑和花县主十分清白，我只是气他找那个男子，拿着那个粗砺的石头，拼命的在姑身上摩擦，姑差点折在那里。花县主竟是想请太子殿下搓澡？搓澡？何谓搓澡？哎，在清寒州这地儿啊，水源稀缺，洗澡本来就不易，更别说禁欲了，那都十分迷贵的事情，在普通人家里边都很珍贵的。就拿个石头往身上搓下泥之后，往水里静置20分钟，滚烫的开水一溜，哎呀，那感觉，我都想搓澡。原来是这样。这是全玉京最好的乐师，大家来看一下啦！大家听我说，万国来朝，天下兴邦。本王作为晋国的英王，定要承担起为民请愿之责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本王，本王会还大晋一个惊喜。这金陵院什么时候做起这生意来了？殿下，听说是嘉敏郡主偷偷花了大钱，否则掌柜的估计也不能轻易同意。他想当这冤大头，别让他当吧。人好多呀，好热闹啊！小姐，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要帮英王啊？帮了英王殿下，英王不就能帮我们对付花琉璃了吗？支持英王，支持英王，支持